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2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，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23节到29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超越万有。美国有一位音乐的创作者，他的名字叫 Michael W. Smith， 他有一首诗歌取名叫做 Above All。 他的歌词就如同今天的旧约经文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23节到29节所说的，哪一个国家如同你一样，你救赎了以色列人脱离奴隶，使他们做你的子民。 Michael 的歌词这样说道：超越所有的全能，超越所有的君王，超越所有的自然界，超越所有的受造物，超越所有的智慧以及人的道路，你在世界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撒母耳记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世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，你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奴隶，使他们做你自己的子民，你为他们做了伟大奇异的事，使你的名声远播全世界。你从埃及释放出来的子民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都把异族和他们的神明赶走。你使以色列永远做你自己的子民，而你上主啊，你做他们永远的上帝。主上帝啊，求你实现你为我和我后代所做的应许，求你永远按照你所说的话行。愿你的名永远被尊崇，愿人民永远称颂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以色列的上帝，你要世世代代巩固我的王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啊，我大胆的在你面前这样祷告，因为你把一切向我你的仆人启示出来，告诉我你要立我的后代做王。至高的上主啊，唯有你是上帝，你永远信守你的诺言，你对我做了这样奇妙的应许。现在求你乐意赐福给我的后代，使他们继续的享受你的恩惠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已经应许了，愿你永远恩待我的后代。上主既然是在万有之上，那他所看顾保守的国家人民也就是特别的，因为上帝做了伟大奇异的事。就如同我们三峡教会的建堂主题经文诗篇126篇第2节到第3节所说的，外邦人要说耶和华为了他们行了大事。约翰福音3章第31节到36节也这样说道。那从上面来的是超越万有，那从地上来的是属于地的，他所说的也是地上的事。那从天上来的是超越万有的，他为所看见所听见的作证，可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。那接受他的见证，证明上帝是信实的。上帝所差遣的那一位传讲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的把圣灵赐给他，父亲爱儿子，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。信儿子的有永恒的生命，不信儿子的不会有真生命，而且上帝的惩罚永不离开他。约翰福音提醒世人要接受主耶稣基督，才有真生命，因为他是上帝所赐唯一且超越一切的救恩。
就如同马可口的诗歌副歌里面也这样说道：受钉在十字架上，躺在石头上，你活着是为了牺牲，被遗弃，孤单的像是一朵玫瑰被践踏在地上。你承受了一切，却思想着我，这超越一切的爱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求你垂听我们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你不满你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泪水。你让邻国的在我们的土地上征战，我们的仇敌任意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求你庇护你所建立的国家，保护你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。我们绝对不再背离你，你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颂赞你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定睛的看主，领受救恩，让那超越一切的恩典救我们脱离凶恶及困境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